歡迎收睇安全帶教學。首先我哋要檢查安全帶，檢查有冇破損嘅跡象，同埋個扣可唔可以做到開關同埋扣緊嘅動作。之後我哋就要開始佩戴安全帶啦。將安全帶掛腰嘅位置再次作檢查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到正常開關。之後要調節佢嘅鬆緊，達至可以合適自己本人。跟住我哋檢查個尾扣，尾扣必須要達至正常順暢嘅開關。最後就係檢查尾繩，尾繩必須要完整無缺，並冇任何破損痕跡。着好安全帶，司機必須以3點接觸方式爬上田螺車嘅工作平台，然後扣上田螺車工作平台嘅護欄，最後將安全帶嘅尾扣扣喺工作平台上面護欄嘅穩固位置。